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锡安山大君王的城，伫北面远大阁好看，互全地所欢喜。请咱献开圣诗281首，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会众起立吟全首。由愿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哀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33篇，
圣诗后面1057页，显着我来刻，恁来印。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前方，你嘛看袂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的休困，你拢得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还袂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知识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通逃避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落阴间，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扛起来。我叫暗暝，甲我遮早。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相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那算了，嘛袂通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阿乐你，你是阮的光，阮的拯救，阁是阮性命的保障。过往的日子，主引带阮平安经过，伫患难中，你无放杀阮，用你十字架顶保护遮坎保护阮，互阮无受到任何的伤害甲攻击。总是牵阮的手，带领阮行入平坦的道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阮拢深信有主就有平安，有主就有稳定。主啊，过去阮有犯错，背逆得罪着主，求你赦免阮的罪，也求主时常用你的话语来教示阮、提醒阮，互阮无陷落伫罪恶的深渊。主啊，求你伸出你的圣手，牵阮行过崎岖的道路，爱阮行过大风大涌的苦海，指示阮毋茫的道路，互阮的性命换新，成做一丛好树，定根伫你活水的溪水边，结出主所喜爱的果子，互阮会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服侍你，搁较渴慕你、仰望你，谨记你的教示，遵探你的旨意。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凡事交托，顺服主的旨意。佮赐予阮谦卑的心、属灵的眼光，时常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互你的话语成做阮性命、阮的智慧、阮的荣耀。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求主高我今仔日讲台也高我。萧牧师透过萧牧师所分享的每一句话语，互阮每一个兄弟拢会当有好的领受。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新德圣经学院主日，甲院派萧义师牧师，伊是男性的老师，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本会本主日上午第二场礼拜颁发2022年度第2学期信仰培育奖励金，受奖的名单请家己看第8页。第三，小会公告，欢迎并接纳陈仁心姊妹的成人会籍，对嘉义中会轮培教会转入本会。第四，中执会公告，
信用培育奖励金条例修正办法，请看第9页，对2023年第1学期开始实施。第5，本会9月23拜六上午家庭的探访，因为双十节补班补课暂停一次。第6，下周主日9月24是中会锁定传道部主日，敬请兄姐关心奉献。第7，下周主日9月24第2场礼拜中，本会将举行幸福小组副长的彩排，请各小组长伫9月20日星期三前，将副长名单交予区长，由区长来办公室报名。9月24同工第2场、第3场、第4場的礼拜，拢联合聚会，敬请代祷。第8，本会2023年度下半年度装备课程将伫10月第2周的拜2甲拜5来举办。欢迎兄姐伫10月7日星期日前使用 QR code 报名参加。第2，具体的消息。第1，相信本会黄冰河兄弟伫9月7日蒙主温调安息主怀，已经伫9月14星期四伫七日殡仪馆举行立棺火化，并安葬伫清水军人公墓。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兄姐为着这遗族来代祷。第2，合作社消息，地下室改建的工程期间，临时的办公室设伫油工幼儿园办公室伫1楼遐的楼梯边，请社员留意。第2，社员相连15岁到80岁意外保险，一年保险费是2000块。伫9月18星期一进前要接受办理，你若超过就无搁受理。欢迎合作社chấp顺。第3，本会相连圣歌队9月7改选结果，队长柯玲美，副队长施宝林。妇女圣歌队9月7改选结果，队长郑美仪，副队长许素雨。教界消息，请牧师报告。咱迄个高雄文干协会逐年拢有即个音乐剧的演出，今年是主题叫做《女人的故事》，生命的触摸甲反转，这伫9月30伫即个月底拜六暗时7点到9点半，伫咱文化中心志德堂来演出，票价200块，但是你若带无导游，会当来免费的票会当索取请咱兄弟会当踊跃带领你关心的无导游会当来参加第2，高雄中会团队的上年部伫10月14，伫林芳宫3楼喜乐厅有办中央敬老的感恩礼拜那90岁以上是免费89岁到80是300，80岁以下一人是700块咱的上年生活队有补助200欢迎咱的上年兄弟会当康信福队长来报名参加感谢主，咱伫即个拜5拜六有办全人更新营所以咱对岛南长老教会欧佑儒牧师欧牧师有带领伊的同工为人先转的，有人搁留伫遮参加咱礼拜咱请起来，咱拍拍欢迎欧牧师感谢主好，谢谢咱今日是新德圣经学院的主日所以今日也特别有请肖业树牧师伊即摆是台南新学院伫即个心理协谈辅导因为伊伫美国摕即款的博士捌伫咱的寿山中的中心教会伫遐牧会即摆伫新学院教册所以咱也拍拍欢迎迄个肖业树牧师伊的爸爸捌来咱遮应该有几啊遍捌伊较早捌伫凤山教会做
牧师啊，搁伫家里里吼，搭协助过萧基典牧师吼，真幽默吼，感谢主啊！伊个公主吼，即马已经做牧师啊，伫新人院教册吼，咱欢迎伊吼。请掀开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到13节，搁另外一处就是18节到26节。啊，白话字伫第9页，新约第9页，台语第10页，和合本11页。显着我来强读。耶稣对遐经过，看见一人名马太，坐伫向关。就甲伊讲缀我，伊就起来缀伊。耶稣坐倒伫伊的厝，有侪抽象的、甲歹人来，甲耶稣参伊的学生同坐。法利赛人看见，甲伊的学生讲：恁先生啥事甲抽象的以及歹人相夹者？耶稣听见就讲。勇健的人无欠用医生，独独破病的就着。总是我爱人民，毋爱祭司。即句什么意义？恁着去学，因为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讲这话的时，拄当有一个官来拜伊，讲。我的查某囝拄啊死，总是你来用手摸伊，伊就会活。耶稣起来缀伊去，伊的学生也去。拄当有一个妇人人血流12年，行我伊的家只后，摸伊的衫具的手，因为伊心内打算讲：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耶稣活转身看伊，就讲：妇人人啊，做你安心，你的信互你好啦。对迄时，妇人人就好。耶稣到迄个官的厝，看见分达来，也有众人在哭，就讲：摕去，因为查某囡仔毋是死，是在困。伊就领笑伊，已经赶众人出，就入去。牵伊的手，查某囡仔就起来。即个风声遍传伫迄个地方，愿上帝话踮伫咱的心内。而乐请妇女圣歌队。
讲道请萧奕师牧师，今仔日的讲题是罪与病耻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今仔是头拄牧师有报告，就是我今仔是代表新竹圣经学院来请安报告。咱知影除了咱本宗的圣院，除了台南圣院、台湾圣院以及伫东部的玉山圣院以外，阁有新竹圣经学院。不过新竹圣经学院伊目前最主要的事工是负责提供遮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因遐嘛有真好的一个场地，会当提供各教会去办领袖会、退休会，还是一寡训练会。所以为着新竹圣经学院因的运作以及遮个课程的开课所需要的经费，嘛毋望兄弟伫祈祷的中间相替祈祷。另外，伫因的即个门徒训练大楼的下骹即个大厅整修的工程。嘛，伫今年的2月已经完成。咱有机会去遐训练会，也是办退休会，嘛会当伫遐会当真好的使用迄个空间。所以毋望咱教会有上教会会当伫祈祷的中间，伫奉的中间来纪念新竹圣经学院。伫我开始讲到大声，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圣日，你召集阮来到你的圣殿，伫遮来敬拜你。我要用虔诚、用诚实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卖当感纳阮的礼拜，互阮的礼拜成做你所欢喜的献祭。我来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伫咱现代人。现代的社会文化的中间，咱知影即个社会变化实在是真紧，有当时紧甲咱真正是有当时对袂着吼，就讲手机的变化最近 iPhone 15都出来啊吼，毋过伊的价格实在是真悬吼。所以面对人呢，面对环境，面对其他的人，甚至是面对工作也是生活的环境的中间。即种的紧张啦、焦虑啦、压力一直是拢在增加的一个状况。安尼的状况同款，嘛有可能发生伫咱教会的中间，因为基本上咱教会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小的版本。嘛因为安尼，咱教会需要更较侪来自无同款背景的人，到伫咱的中间，投入伫服侍工作的顶面。相信咱有上教会遮个会友的组成，嘛是真多元。有的人可能是读理工的背景，有的人可能有文科的背景，嘛有读音乐的，嘛有商业的，读语言的，甚至是医学等等遮相关的背景。其中可能嘛有袂少人有较专业甚至是有证照遮的背景，比如讲有老师有医生有医师。护理师、社工师，甚至有心理师等等遮个专业的工作者。伫遮个专业的工作者内底，其中包括医师、老师、心理师、社工师等等遮个，伫咱社会一般的定义的下面，咱会甲伊叫做是中文叫做助人工作者，帮助别人的人。伫助人工作遮个领域的中间，常常讲到的一个名词，就叫做病耻感。台语咱甲叫做病耻感嘛，毋过迄是中文直接甲翻过来吼。中文的病耻感，其实伫若讲要用较好理解，甚至是用英语来了解的话，当然英语嘛无一个较直接的翻译啦吼。若较接近的，会当甲伊讲是 insight。也是讲 awareness， 这个病耻感，若是用较白话的方式来甲伊解说的时阵，会当是讲病人对家己所得到，也是讲患到这个病的认捌甲接受的程度。
啊，毋过听起来安尼，确实嘛是阁真模糊啦，无介偌清楚吼。所以有一寡学者就将病视感改分做4个等级、4个赞处。第一个赞处叫做欠缺病视感、缺乏病视感。这个人是完全否认伊家己有破病，嘛无认为伊家己是需要受治疗的。第二个赞处叫做部分病视感，就是讲伊承认家己有一寡的症头，总是会将这个问题甲伊塞互其他的原因，无愿意接受家己已经破病这种的事实，嘛有可能真无爱去接受治疗。第三个阶段叫做理智的病视感，伫理智上，伊承认家己已经破病，嘛需要治疗，但是呢，伫感情上伊也无法度去接受，所以对伫治疗的动机会比较弱、较被动。第四个赞处叫做情感的病视感，这个人伊已经有承认家己破病这个事实，嘛有法度去接受治疗。伫情感上同款会当接受，所以伫结果来展现出来的时阵，伊是比较愿意积极来找求治疗甲帮助。那呢，有啥物我要伫讲道的中间来提起即个病视感呢？咱伫圣经的中间，常常是会将犯罪甲破病，甲伊放做伙来甲伊排比。伫今仔日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就将病人甲罪人分别甲伊写伫12节到伫13节。若是其中有插一段旧约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的引用。同款的经文有写伫马可福音的第2章17节，以及路加福音的第5章31节到伫32节。总是这两段马可甲路加，伊是甲伊合起来写，中并无有插甲伊插入去其他的经文。因拢写着，用勇行的人，勇行的无欠医生，若是破病的就得。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耶稣伊伫病人的时阵，常常拢会先讲：细囝，你的罪得到赦免。然后，迄个人所患的病，就会得到耶稣甲伊医好。当然，咱若读圣经其他的部分，有可能咱会想到其他的议题，可能会讨论到讲破病甲罪这种的关联，是毋是所有的破病拢因为犯罪，家己犯罪，还是讲圣经嘛有写着讲，有可能是伊的父母犯罪所致教的。另外，阁有是讲，是毋是还阁有只有咱的罪，还是讲迄个破病人的罪得到赦免，伊的病才会当得到医好，等等这议题。总是咱今仔日的重点，比较较毋是放伫这个方面，是比较将伊放伫犯罪的概念甲行为，甲伊类比，亲像破病共款。只有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只有犯罪的人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来，伊是要超找失落的人；耶稣来是要招歹人，毋是要招义人。伫今仔日的两段经文的中间，第一段是描写耶稣呼召马太，即个抽象的马太，成做伊的学生。经文中只有用一节来描述伊呼召的过程。耶稣对马太讲：“对我。”马太就起身来对伊。后边的经文接续讲起耶稣甲遮的抽象的以及罪人做伙食饭。若是按照着当时犹太人因即个风俗吼，做伙食饭就是代表有互相往来交往，并且有互相团契这种的意思伫内面，也就是代表互相接纳的即个意涵。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甲遮个人食饭，就对耶稣的学生讲：“恁先生啥事甲抽象的以及歹人三到遮。”
耶稣伊听见法利赛人安尼讲，耶稣伊的心内知影，这是法利赛人对伊的质疑，嘛是法利赛人针对伊所讲的话，就回答讲：勇敢的人无欠用医生，独独判病的就得。总是我爱怜悯，毋爱祭祀。即句话是甚物意义？恁着去学，因为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耶稣安尼讲，真明显是针对遮个法利赛人因对伊的质疑的回答。耶稣的目的，伊是要指出遮个法利赛人因毋知影因家己的罪，就亲像判病的人缺乏病耻感共款。耶稣讲家己是健康的人，因无需要医生。共款，法利赛人嘛无认为因家己是有罪的人，自然因嘛无感觉因家己是需要怜悯，嘛无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这个救赎的恩典。正如甲第二段经文是讲到两个受到耶稣医治的女性。一个是管会堂的查某囝，已经死去。这个管会堂的求耶稣去换手伫伊的查某囝的身上，然后伊认为安尼，伊的查某囝就会搁活。伫马可福音的第5章有记载，这个管会堂的伊的名，伊叫做睚鲁。管会堂的人，毋是亲像咱对移民所了解的管理员即种的，毋是，并毋是。这个管会堂是当时管理会堂的领袖，会堂内一切活动拢是伊所来安排甲筹备的。所以管会堂的人除了筹备遮个庭事以外，阁会引带礼拜，甚至会医治这个会堂的特殊。伊嘛有即种的裁判的权利，所以咱会当知影，这个睚鲁。伊是当时的一个宗教领袖的代表，是相当有身份甲地位的人，是受到尊重的人。伊会当为着伊的查某囝，伊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虽然伊知影伊的查某囝已经死去，总是伊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有即种会当将死人互伊搁活的能力，所以。伊只身躯去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去将已经死去的查某囝甲伊救起来。第二个女性是一个患着血流12年的妇人人。伫耶稣前往这个睚鲁的厝，这个路程的中间，伊来靠近耶稣，伊想要得到耶稣的医治，因为伊已经患着血流已经12年。12年的时间实在是真长，这种的病症困扰伊已经遮久的时间。我想，若咱一般的人患着病，不管是大病还是小块的病，拢会去找医生。相信伊伫这12年的中间，嘛会去敲找真济治疗伊患着这种病症的方法，甚至有的人嘛会甲伊介绍，总是并无受到医治。圣经并无甲咱讲，即个患着血流12年的妇人人，伊是甚物人的查某囝？伊嘛无开喙求耶稣医治伊的病，伊只有伫伊的心内安尼想讲：我若是简单摸伊，就是摸耶稣的衫，我就会好。咱拢知影，伫耶稣所生活、所传落因即个时代，女性是无受到重视的。伫圣经，咱今仔日读即两段经文的中间，即两个女性，一个是患着血流的妇人人，已经破病12冬。当时的社会按照因的律法，是互人看做无清气的，是互社会看袂起，甚至无法度互人接纳的，是一个受到弃绝的妇人人。另外，即个查某囡仔，伫马可福音嘛有讲到伊的年岁，伊是12岁，伊是得着重病，然后治到死亡。即个查某囡仔的状况，咱若是对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角度来甲伊看，
伊是受到隔绝伫活人的社会，因为伊已经死亡。所以因两个拢是受到当时遐社会所拒绝、所隔离的人。这个查某囡仔，因为伊的老爸有信心，所以耶稣就去到因兜。不管当时会徛伫边仔遐个人对耶稣的祈求，耶稣就将即个查某囡仔的手甲伊牵的，然后就互即个查某囡仔对死搁活。对伫即个患着迄老12年的妇人人，耶稣知影伊心内所想的，伊心内想的是伊若摸着耶稣的衫，伊就会好。当然，耶稣伊是上帝。伊知影即个妇人人心内所想的，伊爱得到伊好。伊嘛知影看出即个妇人人对伊的信心，所以耶稣就活转身对伊讲：“妇人人啊，你做你安心，你的信互你好啦。”即个妇人人，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吼，伊是写查某囝，查某囝，其实。原文比较较接近查某囝，也是讲囡仔的意思。所以耶稣甲即个妇人人称作查某囝，这是一种关系的改变甲调整。原本无清气的罪人是受到弃绝的人，现在耶稣称伊做查某囝。嘛，因为因两个人，就是耶稣甲即个妇人人中间的关系改变。所以，即个妇人人，无过是一个甲任何人拢无关系的人，伊称做上帝查某囝。关怀堂的查某囝，为因的爸爸来向耶稣求讨，求耶稣来医治，互伊过活。即个即个迄老的妇人人，伊现在已经成做上帝的查某囝，有耶稣来替伊担当伊所有的罪。嘛，因为安尼，耶稣医好伊身躯顶即个血流的病。伫今仔日经文即两个记事，马太受呼召，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对即个天书来甲伊看，对即个现实来甲伊看，伊是被动的、被动的。才会甲耶稣做伙。伫厝内底食饭的抽象的人，可能是马太伊的同事啦，吼。啊，以及遮个罪人，嘛应该是被动的，是受到耶稣，反正是透过马太对伊的邀请，耶稣叫马太邀请遮个人到伫厝内底食饭，所以因嘛是被动。虽然是被动，对比起遮个法利赛人。遮个抽象的，遮个罪人，因知影因家己是罪人，因知影因也需要耶稣的怜悯、恩典、甲救赎。咱受到呼召来领受福音，接触到福音，咱进入教会，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成做基督徒，咱嘛是被动的。嘛应该知影，咱是受召的罪人。就亲像马太福音15章16节，甲咱讲的，毋是恁经我，是我经恁，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伫关怀堂的查某囝甲妇人人，迄老妇人人的记述的中间，咱会当对圣经前后的描述来看出，因拢是有病视感。关怀堂的，伊知影因查某囝已经过身，所以伊主动来寻求耶稣的帮衬。迄老的妇人人，伊知影伊家己破病，来寻求耶稣的医治。因拢知影家己破病，还是讲家己的查某囝已经死亡，所以因是主动寻求耶稣对因的医治。最后嘛，确实得到医治。咱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受呼召，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特别是伫教会，咱会担任无同款服侍的事工。伫遮事工，伫接受遮的交托担任遮的事工的任务以外，
咱需要对罪特别爱增加咱的敏感度。对伫咱家己身躯顶的软弱，若是对伫身体上，以及包括对伫身体上、精神上、心灵上这个需要，甚至是病痛，嘛爱增加咱的病视感。伫身躯顶这病痛，咱知影，咱拢会主动去看医生、找医生来治疗。但是伫精神上、心灵上、心理上，嘛有可能会有一寡因素阻碍咱去寻求帮助。有时咱心内知影，咱应该爱去找人的帮助，总是因为咱可能有一寡的身份，譬如讲，咱有长老，咱有执事的身份，咱有会长的身份，咱有组长的身份，甚至有牧师、传道师的身份，总是因为面子，惊人知影，唔敢去找求帮助。有的人是欠缺这个病视感，唔知影，甚至是无承认家己已经破病，佮继续做家己感觉会当做的代志，最后有可能你会互家己受到伤害，嘛有可能会伤害到你周围这个人。今日即卖，咱拢是教会的一份子，因为耶稣伫即个世间传福音的时间，伊留了怜悯人、关心人，这个模范互咱，嘛爱咱去学习。伫教会中间，咱若甲看出去，实在有真侪需要别人帮助的人，所以咱伫教会兄弟姊妹会有足侪机会，是担任帮助别人的角色。所以伫帮助别人的同时，咱是毋是嘛清楚知影，伫一寡时阵，咱嘛是需要别人对咱的帮助。或者是咱，亲像这法利赛人共款，咱感觉家己无病无罪，所以无需要耶稣对咱的下罪嘛，无需要耶稣对咱的医治咧。咱是知影家己有一寡问题，尽力去调整，甚至找求别人的帮助，也是一点仔都拢无病视感，有看见，家己当作无看见咧。伫今年前一站就是毕业典礼，大概5月、6月迄阵有一个消息，伫遮个新闻报道嘛有讲，就是讲今年毕业8一路因的即个学校高中的毕业典礼，因的校长伫差不多10分钟的致辞的内底，伊有讲到一句话，这句话是讲一个幸福丰富的人生，是伫家己追求梦想的过程中间。佫会当去看见别人的需要，甚至愿意为着别人留一个位置。校长会安尼讲，是因为一件代志是因为当时因的学校的校友的基金会拄仔咧进行一个募款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讲，若是你是校友啦，当然是校友，你若捐$30以上，就当将你的名登记。伫即个捐款的名簿的顶面，有一个校友，伊捐$200美金，伊就敲电话对美国敲电话来讲，问学校负责人是毋是会当登记2个名，因为伊迄$200美金。这个原因是讲，因为伊有一个足好的同学，高中的同学，已经过身去，总是伊希望。会当将即个同学的名，嘛，甲伊记伫即个捐钱的名册中间。佮因为即个捐册的名册，若是照着姓名的笔画顺序来甲伊排列的时阵，伊就真有机会会当甲伊的同学，即个已经过身的同学，因2个人的名会当排做伙。因为当时因咧读高中的时阵。因2个名，因为笔画足接近的，所以常常拢互学校、互老师甲伊放做伙。相信在座咱遮兄弟姊妹，
足侪人已经早就经过即个读高中的年纪，足侪年啊。会真做基督徒嘛，是你伫你人生的中间体会到你需要耶稣基督，嘛因为学习耶稣基督所留落这样式，所以伫你的生命的中间，你嘛会看见别人的需要。总是伫你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阵，你嘛毋通袂记得爱来检查你家己，提高你家己的自我省察，将即个病视感家找倒来，嘛提高咱对罪的敏感度。安尼才有法度，当咱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阵，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更加会当将咱帮助别人这个年日甲伊延长，才袂至到咱敢若有即种的热情，却因为受到伤害，甚至去伤害别人，来离开帮助者这个积分。我问咱每一个人，拢有当成做一个对罪有敏感度的基督徒，嘛成做一个对罪有敏感度、有病视感，会帮助别人的人。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真正是感谢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学生来跟对你。你嘛借着今仔日的经文，互阮看见你呼召马太成做你的学生，以及你医治这两个女性的技术。阮对这个过程的中间去思考，阮对罪的敏感度，以及阮对家己的辨识感，帮助阮在座每一个人，无论阮有甚物款的背景，来到伫你所设立的教会中间，阮拢会当成做一个会晓得管顾家己、会帮助别人的人，互阮为你所做的工程，会当久长伫地，受到你的欢喜甲接纳。阮的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回应诗，圣诗205首，过失得赦，罪得热堪，请会众起吟全首。
公道，请陈牧师。而且咱伫主的面前，咱来祈祷，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对罪有敏感度，对咱家己是一个无完全的人，咱需要主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咱需要圣神时时刻刻的帮助，互咱会当成做一个欢喜受帮助的人，佮会当帮助别人的人。咱为着咱家己祈祷，为着咱的亲人朋友祈祷，咱嘛为着教会感谢上帝，透过全人更新营，有真侪人经历圣神的充满，经历天父疼的充满，互因会当真正会当诚做阿爸爸的宝贝，诚做上帝尊贵圣洁的囝儿，是得着主疼的。咱为着因祈祷，互因会当真正诚做一个敬虔的儿女来行上帝所欢喜的道路。咱嘛特别为着咱斗南教会欢喜学习，求上帝帮助，互因教会不论是伫牧养、伫门徒的训练、报道的事工，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互得救人拢若加天庭中间，互因的同工也较济会当得到兴起。而且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下半年，咱后礼拜有即个幸福小组副长的车派，后咱幸福小组的启动，咱拢为着下半年的收获来祈祷。咱也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明年的总统、立委的选举拢会当顺利。为着整个的世界有真侪灾难，特别最近摩洛哥这个大地震带来真大的灾难，利比亚的水灾，以及进前咱常常咧祈祷，无论是夏威夷、希腊，还是加拿大的大火，逐所在无论是火灾、水灾，有战争，求上帝怜悯。伫即个中间求主掌权，而且咱有啥物款要关心的，特别咱软弱的肢体，咱继续为着明芳姊妹已经清醒，继续为祈祷，为着伊的妈妈美顺姐车祸即个脚受伤，为着林良秋兄弟、赵清文兄弟癌症的治疗，为着做着软弱的肢体，为着徐进伟干事的。恢复搁较快速，咱拢祈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你所赐福的主日，特别圣经学院的主日，主啊，求你赐福这个学院，互因会当诚做培养门徒，诚做培养侪工人的所在。互教会透过因来得到帮助，主耶稣求你赐福，互你需要拢会当得到满足。主耶稣，阮今日透过你的话，知影主啊，你来毋是要叫义人，是要叫有罪人。主啊，你要医治阮，主啊，阮身躯有时有真侪过去受到的伤害，阮有真侪阮性格上侪盲点。主啊，阮家己性命有时阮嘛毋知阮的状况。主啊，求你的圣神来光照阮。主啊，多谢你，即摆会当透过全人更新营，主啊，有真侪人，互圣神更新，互上帝听管人。主啊，求你施恩，互因会当更较深来领受你的听。主啊，来领受你的话。主啊，阮。将伊交到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主耶稣啊，阮感谢你，阮的教会诚做传福音的教会。主啊，阮伫即个下半年开始，阮有后礼拜要幸福小组的启动，有副长的车办。主啊，侪人拢会当投入伫传福音的工作。主啊，带侪人，即个主你要拯救的灵魂，会当进入你的生活。主啊，感谢你，主啊，伫斗南教会因有谦卑学习，伫牧师的带领，同工欢喜参与，主啊，互因会当真正有侪产业，伫因的教会当得到建立。那报道的产业，主啊，因也会当
伫全年经城会当来举办，主啊有温度的训练，主啊这个教会得到起造，得到成长，主啊牧师会当有圣神的高活，主啊因同工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主啊，所阮也要将整个阮所徛起的世界仰望你。主啊，有水灾，有火灾，有战争，逐所在有真侪艰苦，有真侪死神。主啊，这毋是你的心意，这是撒旦魔鬼，就是要偷、要杀、要毁坏、要灭亡。主啊，阮用主耶稣的名，阮要来拒绝这个撒旦魔鬼的作为。主啊，你来就是要来堵灭这个撒旦魔鬼的作为。主啊，阮透过祈祷，主啊，相信你要做工伫这个中间。主啊，你要来转化改变阮所徛起的世界。主啊，阮要将阮台湾仰望你。主啊，伫阮明年总统立委的选举，伫真激烈的竞争的中间，主啊，保守阮会当顺利平安。主啊，照你的旨意，主啊，你竞选下你心意的官兵，设立的官兵，会当来领导阮的国家向前。主啊，阮将阮台湾仰望你。主啊，阮将兄弟姊妹仰望你。主啊，阮多谢你听阮的祈祷，阮也有侪兄弟，主啊，看见伫人会眼讲是困难的，总是主啊，伫你无恶正的事，主啊，因已经经历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伫你身躯顶，主啊，多谢你，互民温会当棉花会当清醒，互姊妹会当行路，主啊，互侪人因的癌症甚至得到治疗恢复。主啊，你毋但过去咧做，现在咧做，主啊，将来也要做。你伫阮中间是要不断来显明你权能的上帝。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阮单单倚靠你，求你甲兄弟姊妹三甲地地，互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有病痛的得到医好。主啊，软弱的勇壮起来。主啊，心情艰苦的得到安慰。主啊，头前毋知影行，主啊，你牵引你手行头前的道路。主，阮多谢你，伫早起时听阮的祈祷，也感谢阮伫你面前的敬拜。阮感谢你，特别将圣经行业仰望你，互这间行业会当带到上帝祝福，会当有上帝丰盛的供应，会当培养做这时代的工人来兴起你的教会。感谢你，阿罗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祭司收奉献。这咱今日是圣经行业的主日，为了这个行业会当培养更加侪文道工人，参与教会去做，咱内面有奉献炉咱会当利用奉献炉来奉献，愿上帝纪念你所献上的。这是今日来入奉献诗。耀华屹立的上帝，感谢你丰盛的祝福，赐予每一个人教育的恩赐通服侍你，也保守阮属龙工商一尽顺利，并且将源源不断的恩典甲祝福赏赐伫每一个家庭。当阮甘心乐意献上阮的恩赐甲钱源，诚做上帝圣工的路用，愿主欢喜感纳。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祝福车肯姓氏402首。愿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不敢家己来行。愿求你甲我大脚步，可是我仍然欠你时情，让我到你遵循你改变，我的。最更甜，而且因做是美啊，最是我的心。接着，请小牧师。咱做伙来领受，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